来看嘉义有民众看到面册投资的信息，加入来的投资的群组，哄骗5000万。今仔这个受害者去嘉义县的警察局亲身来提醒民众哦，千万都唔通相信这款投资的广告。他给你一个标的，你必须付他20%的手续费。就台风险诈骗集团骗人投资的手法，被害民众伫面册看到投资信息，因为好奇加入来投资群组，群组内底每天分析股市、教人投资，甚至提供当冲标的，互民众实际赚到钱。互被害民众因为相信集团，互骗去5000万。护长股让你获利100%，让你全部的钱投注以外，你甚至连你的房子。你所有的能够筹得到钱的，他都要你去筹出来，投注进去。国内诈骗案件真多，无正常名人的名开的投资社团更是一大堆。为着让民众了解诈骗集团手法，嘉义县警察局唔拿找来受害民众出面，嘛找来捌红亡命的歌手大基分享经验。不只有我而已，是还有很多这种明星、很多艺人。误信这些名人所说的话，然后真的进去投资。投资的诈欺案件数最多，然后他诈骗的金额也最高。刚刚我们这个被害人也现身的说法。那第二个就是网络购物的诈欺、假交友，也就是这个欺骗感情。警车将车手的车炸落来，假投资诈骗案件一直是嘉义县高发案件第1名。打今年1月到10月，警方主动的诈骗案件有162件，总金额超过8257万。侦破的诈骗集团有36件，抓到306人，并查扣不法所得大约722万。警方嘛，搁一摆提醒民众，唔通相信高报酬的投资手法，以免钱互骗了。记者嘉义报道。